以下战争愈来愈激烈，咱的外交部长证实讲，有一个台湾的 NGO 工作者已经安全离开加沙地区。无国界医生组织嘛讲，这个台湾人伫初一已经顺利去到埃及啊。不过目前伫咧巴勒斯坦，抑阁有300个无国界医生伫咧服务，当地医疗资源正欠缺，物资嘛因为战争送袂到位。以巴冲突还咧战，外交部初二证实，有一个台湾 NGO 工作者已经安全离开加沙。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表示，这个台湾前线人员是一个医生，7月份为台湾到加沙提供人道医疗服务，伫初一透过拉法关口过境到埃及。这届计共有22个无国界医生工作人员撤离。目前仍然有差不多300多个我们巴勒斯坦籍的同事仍然在加沙里面继续在不同的医院哦。加沙它其实目前是一个被围困的一个状况，需要的这个救援的物资也是无法进入的，或是要进入的话是非常的困难。无国界医生是一个伫各地做人道救援独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，因定伫战争、动乱也是散遮的所在行医。这无共识罪的鸡毛卷仔代表无国界医生伫受灾地区要提供人道救援，需要各款领域的资源甲准备。组织表示，因每一场行动拢需要各款人才提供帮助。去年跟今年去了南苏丹，那我一天手术就20台，那对面也很多枪伤跟战争毛伤的一些病患，我一天接的病患数大概可以有10个枪伤。如果没有非医疗的人员的话呢，是没有办法进行的。水电工程啦，像水利卫生工程、建筑工程、电力工程，还有就是供应链。无国界医生表示，伫救援现场除了止痛药啊、麻醉药啊等等医疗资源，真需要各政府的帮衬以外，一般的民众通透过因的展览了解前线的状况，就通有更较侪有才调的人加入行动，也是提供资源。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。